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Linda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喺毛子橋嘅實習體驗。我係負責幫手荔枝窩自然管理協議嘅日常運作，而成個協議係圍繞鄉郊復興、生態保育同文化傳承。而我嘅工作就係負責相關嘅內容創作、外出活動策劃、文書處理同對外溝通。咁喺 Office， 我會幫手處理一啲文書工作，無論係 Word 定係 Excel， 有時仲要花零文件添。除此之外，我仲要做影片創作、拍攝、剪接、發佈，一條龍做晒。有時都要幫手整同埋補充先前嘅 PPT， 呢啲都係我曾經嘅成果。如果有咩活動，仲需要幫手 draft social media 嘅 post， 而且我都需要幫手 source 一啲物料嚟 update 荔枝窩農產品嘅包裝。最後，我有時需要幫手對外協商溝通關於荔枝窩嘅初步合作。而一開始就講明我係幫手荔枝窩項目嘅運作，咁我梗係要入荔枝窩返工啦。第一次係喺6月6號參與同幫手第2屆荔窩在川大使培訓。我哋從沙頭角搭船出發，嚟到荔枝窩村，一眾川大使一齊玩遊戲，了解培訓計劃，深入了解荔枝窩，一齊品嘗客家菜，仲去咗沙頭角 Eco Park 參觀，大家仲喺村口留下倩影。第二次就係嚟到7月18、19號，參與同協助全國生態日荔枝窩鄉郊保育學校體驗日，暫時有3間學校嚟參觀體驗。一開始我為活動設計咗唔同嘅主題，其中第一個就係食，係聖文德書院嘅同學仔去體驗嘅，由佢哋體驗咗導賞活動同埋喐手整咗茶果。第二個就係樂，係聖道迦南書院嘅同學仔去體驗，佢哋喐手自製樂器，期間仲外出收集自然材料去製作。而第三個係醫，係會基書院嘅同學仔去體驗，佢哋期間參加咗導賞活動同埋整咗植物拓演。雖然喺荔枝窩工作非常歡樂同開心，但係我都要返office 繼續奮鬥，例如繼續協助荔枝窩嘅活動籌備，並且幫手為新 website 嘅 sitemap 補充資料同一啲服務申請。咦，我咁快就6點，我要收工啦，拜拜。